做伙读圣经，今仔日5月初3，咱要对《申命记》第3章读到第7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3章，后来咱就越对巴山的方向去。巴山王恶甲伊的军兵出来，伫伊得来甲咱交战。上主甲我讲，毋免惊伊。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军兵以及伊的土地拢交伫你的手，你着亲像对付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安尼对付伊。上主，咱的上帝就将巴山王恶甲伊的军兵拢交互咱，咱甲因拍死，连一个拢无留。彼时，咱攻取伊所有的城，无一座城无互咱占领。安尼，咱攻占巴山王恶所统治阿尼戈别地区全部的60座城，这个拢是坚固的城，有悬的城墙，有门有掣，以及也有真侪无城墙的庄舍。咱完全甲因消灭。亲像以前对待希实本王西宏安尼，将城内的查甫人、查某人甲囡仔拢消灭，只有留精神甲对逐个城抢来的物件做家己的战利品。彼时，咱对两个阿摩利王的手抢夺因伫约旦河东边的地，对阿伦山谷到黑门山，这个黑门山。西顿人甲伊叫做西人，阿摩利人叫伊做细尼尼。咱嘛攻取边缘所有的城，基列地区甲巴山地区，直到萨甲甲伊得来，这个拢是巴山王恶的城。巴山王恶是立法因人最后一个人。伊的名称是铁的，长大约4公尺，宽2公尺。现在伫阿门人的腊八，还会当看到这张名称。咱得到这块土地了后，我将阿伦山谷附近的阿罗尼城以及基列山区的一半，以及其中遐的城，拢互鲁本人甲加德人，将基列其他的地。甲巴山王恶全部的土地，拢互马拿西半支族。巴山的阿尼戈别地区嘛叫做立法因人的地。马拿西的后代埃尼占领阿尼戈别全地区，直到阿述人甲马加人的边界。伊用家己的名叫巴山地区做哈维德埃尼，到今仔日要用这个名。我将基列分予马吉种族，我分予鲁本支族甲加德支族的地是对基列到阿伦山谷，用山谷做界，直到阿门人的边界那扑河，包括阿拉巴甲瓦郡约旦河的地，对加利利河到阿拉巴海就是盐海，以及比苏加山骹东边的地。迄时我吩咐因讲：上主，恁的上帝已经将这个地互恁做家业，恁中间的勇士拢着带军器，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毋过，恁的某、恁的囡仔甲恁的精神，我知恁的精神真多，通带伫我所互恁逐个城，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伫约旦河迄边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然后恁才通倒来我所赏赐恁做产业的地。迄时我吩咐约书亚讲：你有亲目看到上主，你的上帝对这两个王所做一切的事。
上主嘛要亲像安尼对待恁过河了后拄伫诶国家，恁毋免惊因，因为为恁交战诶是上主恁诶上帝。迄时我恳求上主讲，至高诶上主，你已经互你诶仆人看见你诶伟大，你诶权能，伫天顶，伫地上，无任何神明会当做亲像你所做大权能诶作为。求你互我过约旦河，看到迄边肥诶地、水诶山甲黎巴嫩。毋过上主因为恁诶缘故，对我生气，毋听我诶恳求。上主对我讲：好啊啦，你毋通阁对我提起即个事。你着上比利加诶山顶，举头往东西南北详细看，因为你袂当过约旦河。毋过你着吩咐约书亚，甲伊鼓励，互伊坚强，因为伊要带遮诶人民过去，互因承接你要看见诶地。对安尼，咱就留伫北比尼对面诶山谷中。第4章，以色列人，当我教示恁诶规例甲命令，恁着听受遵趁。恁才会我进入上主恁列祖诶上帝赏赐互恁诶地，承接做产业。我吩咐恁诶话，就是上主恁诶上帝诶命令，着遵守，毋通加添，嘛毋通减少。上主因为巴勒比尼诶代志所做诶事，恁有亲目看着。所有巴勒比尼诶神明巴勒诶人，上主恁诶上帝，拢将因对恁中间除灭。只有恁遮诶忠诚军队上主恁诶上帝人，今仔日拢要我的。恁着会记得，我有照上主我诶上帝诶吩咐，将规例甲命令教示恁，互恁伫要入去承接做产业诶地遵行。所以恁着切实遵行，安尼恁就会伫列国面前显出恁诶智慧聪明。因一个听到遮诶所有诶规例，就会讲，即个伟大诶国家诶人民真正是有智慧聪明。有倒一个大国诶神明甲伊诶人民亲近，亲像上主咱诶上帝甲咱遮尔啊亲近，互咱通随时求叫伊。有倒一个大国有公正诶规例甲命令，亲像我今仔日传互恁诶律法安尼。所以着警醒，嘛着切实保守恁诶心，才免恁袂记得恁亲目看到诶代志，才免遮诶代志伫恁活地诶时离开恁诶心，嘛着用遮诶教示恁会行顺顺。恁伫何烈山徛伫上主恁诶上帝面前迄日，上主对我讲：你甲我调集人民，我要互因听见我诶话，互因活伫世间诶日，通学习敬畏我，佮教示因诶后代。迄时，恁拢群我来，徛伫山骹，山里有火焰窜到天顶，佮有乌云罩我。上主伫火焰中对恁讲话，恁有听见讲话诶声，毋过无看到什么形象，只有声若定。伊将命令恁着守诶约指示恁，就是10条诫，佮写伫2块石板。迄时，上主佮吩咐我将规例甲命令教示恁，互恁伫要过去得到做产业诶地遵行。恁着特别谨慎，因为上主伫何烈山对会中甲恁讲话迄时，恁拢无看到什么现象，所以恁毋通对了，为家己做任何形象诶偶像，
无论是男是女，地上的走兽，还是空中的飞鸟，地上地蛇的动物，还是水中的鱼类，拢毋通做因的像。恁抬头看着天顶的日月星辰，嘛毋通受引诱敬拜服侍因，因为这个是上主恁的上帝为着天的万民摆设的天体。毋过，上主将恁对主体的火炉埃及解救出来，做伊的子民，伊的产业，亲像今仔日安尼。上主阁因为恁的缘故，对我生气，立誓毋互我过约旦河，嘛毋互我进入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产业的好土地。我着死伫遮，袂当过约旦河。毋过，恁会过去占领迄个好的地，恁着谨慎，遮免恁袂记得上主恁的上帝甲恁立的约，违背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为家己雕刻任何形象的偶像，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吞灭的火，是要求全情服侍伊的上帝。恁伫迄个地住真久，生囝传孙，若对了做逐款形象的偶像，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惹伊生气，我今仔日就叫天叫地出来作证，控告恁。恁会伫过约旦河得到做产业的地，真紧灭亡。恁伫迄个地袂久长，会彻底受消灭。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族的中间，伫上主赶恁去遐个国，恁剩落来的人真少。伫遐，恁会服侍人的手用茶用石做的神明，因袂看、袂听、袂食、袂闻。毋过，恁伫遐要找上主恁的上帝，若专心专情找伊，就会找到。将来恁拄着逐款苦难的时，恁会归向上主恁的上帝，顺服伊，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袂放杀恁，袂糟灭恁，嘛袂记得恁立誓甲恁的列祖所立的约。恁查考全世界，对以前就是对上帝创造人类伫世间以来，敢捌有亲像即款的大事发生？恁敢捌听见即款代志？敢有倒一个民族捌听见上帝对会中讲话的声？亲像恁听见，毋过要活着。敢有倒一个生命，亲像上主恁的上帝对万族的中间竞选一族做家己的子民，佮伸手大开力的手，用灾难、新业、奇事、战争，伫埃及为着恁做大佮通行的事。上主安尼对恁显现，互恁知伊是上帝，以外无别个。伊对天，互恁听见伊的声，为着要教示恁，搁伫地上，互恁看着伊的大火，听着伊对火中甲恁讲话，因为伊听恁的列祖，所以竞选因的后代，亲身用大权能对埃及带恁出来，对恁的面前，将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带恁入去因的地，将即个地使恁做产业，亲像今仔日安尼。所以今仔日恁就知，就会记得，天顶地下只有上主是上帝，以外无别个。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的规例甲诫命，恁着遵守，互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
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久长徛起。后来，摩西伫约旦河东边指定3个城，互遐个无元首、无意中误杀人的人逃走去遐，通保全性命。属鲁本人的是伫旷野边缘的比色，属迦得人的是基列的拿末，属马拉西人的是巴珊的果兰。下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是摩西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传互因的教示、规例甲命令。伊颁布律法的地点伫约旦河东边，北比尼对面的山谷中，属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的地。摩西甲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杀死西宏，因占领阿摩利人2个王，西宏甲巴珊王恶伫约旦河东边的地。对阿伦山谷边的阿勒尼直到西人山，就是黑门山，以及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地区，直到阿拉巴海，接近比斯加山山骹的地。第5章，摩西召集以色列人，对因讲：以色列啊，要注意听我今仔日甲恁吩咐的规例甲命令，恁着学习、切实遵行。上主咱的上帝伫何烈山甲咱立约，这个约上主毋是甲咱的列祖立的，是甲今仔日咱所有要活地徛伫遮的人立的。上主伫山顶对海中面对面甲恁讲话，迄时我徛伫上主甲恁的中间，要将上主的话传互恁，因为恁惊迄个火，毋敢上山。上主讲：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上、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拢毋通做因的像，毋通甲因跪拜，嘛毋通服侍因，因为我上主，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怨恨我的人，我追究因的罪，对爸到囝到3、4代。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我施恩予因，直到千代。毋通滥用上主你上帝的名，因为滥用上主的名的人，我上主一定无甲伊当作无罪。就照上主你的上帝命令，守安息日做圣日。6日内着拍拼做你所有的工课。毋过第7日是上主你的上帝设立的安息日，即日你甲你的囝、查某囝、奴仆、女婢、牛、驴、精生，以及寄居伫恁中间的人，拢毋通做工。互你的奴仆、女婢通甲你相款安息。着会记得你以前捌伫埃及地做奴才，上主你的上帝伸手大开咱的手，带恁对遐出来。因为安尼，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着守安息日，着照上主你的上帝命令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通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赏赐你的地久长徛起，享受福气。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诡诈陷害你的厝边，毋通贪
你的厝边的某，嘛毋通贪你的厝边的厝，田园、萝卜、乳猪、牛、驴，也是你的厝边任何的物件。这个是上主伫山顶对黑暗灭魂黑暗的中间大声对恁全体会众颁布的诫命，无搁加添其他的话。伊搁将这个诫命写伫两块石板，交互我。迄时山里有火伫倒，伊听见有声对黑暗中出来。恁逐支族的领袖甲长老拢来我遮。恁讲，你看，上主，阮的上帝，互阮看见伊的荣光甲伟大。阮阁听见伊的声对会中发出。今仔日，阮才知，上主对人讲话，人要会活。这个大火会甲阮烧死。阮若阁听见上主，阮的上帝的声，一定会死。阮若着无性命的危险。敢有人亲像阮听见永活上帝对会中讲话声，要会当活的？你着真正去听上主，阮的上帝所有要对阮讲的话，将上主对你讲的话，拢甲阮讲，阮要听，嘛要实行。恁对我讲的话，上主拢有听着。伊对我讲，我有听着这个人对你讲的话，因讲了真对。毋望因顺这款心，敬畏我，常常守我的诫命，互因甲因的子孙永远得到福气。你去甲因讲，恁倒去家己的布片。摩西，你着徛踮我遮。我要将你着教示因的诫命、规例、命令，拢甲你讲，互因通伫我赏赐因做产业的地实行。所以，恁着切实遵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毋通偏左偏右。恁拢着行上主，恁的上帝命令恁的路，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享受福气，久长徛起。第六章，下面是上主恁的上帝吩咐我着教示恁的诫命、规例、命令，互恁伫要去占领的地实行，通互恁甲恁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上主恁的上帝，遵守我所命令一切的规例甲诫命，互恁当岁寿。以色列啊，着注意听，着切实遵行，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应允，伫老年甲密的地得到福气，人也加添真多。以色列啊，着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主，恁着专心、专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心内，嘛着稳勤教示恁的子儿，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倒地也是起来，拢着念互因听，搁着绑伫手内做记号，绑伫头额提醒，着写伫厝的门徛，嘛着写伫城门。上主恁的上帝要带恁进入伊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要互恁的地，伫遐有宽大搁水的城，毋是恁起造的，有厝堆真侪好物，毋是恁积住的，有乌好势的水井，毋是恁挖的，有葡萄园、橄榄树，毋是恁栽种的。到恁逐项富足的时，着谨慎，才免恁袂记得带恁对埃及地，对做老在的家出来的上主。恁干焦着敬畏上主恁的上帝，
服侍伊，奉伊的名咒詛，毋通拜别个神明，就是恁视为的外族伫拜的神明。则免上主恁的上帝对恁发大生气，甲恁对地上消灭，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恁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伊的上帝。恁毋通试探上主恁的上帝，亲像恁捌伫玛撒试探伊一样，着确实遵守上主恁的上帝的诫命，甲伊命令恁的教示规例。上主看做正直，看做好诶，恁着实行，恁就会事事顺利。搁入去占领上主立誓要互恁的列祖水的地。恁嘛着照上主的应允，将恁所有的对敌赶出去。将来，恁的子孙问恁讲，上主咱的上帝所命令恁遮的教示规例命令是甚物意思？恁着甲恁的子孙安尼讲：早前阮伫埃及做埃及王的奴才，上主用大气力的手带阮出埃及。上主伫阮的目睭前行大搁厉害的神业奇事，对付埃及人法老甲伊的全家，带阮对遐出来，互阮入去上主对咱的列祖立誓要赏赐咱的地。上主吩咐咱着实行遮的所有的规例，着敬畏上主咱的上帝，互咱一生事事顺利。得到伊保全咱的性命，亲像今仔日安尼。咱若照上主咱的上帝的吩咐，伫伊的面前遵行伊一切的诫命，伊会欢喜接纳咱。第7章，上主恁的上帝会带恁入去恁要占领的地。对恁的面前，将7个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就是赫人、吉甲撒人、阿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希比人、亚布斯人。上主恁的上帝将因交伫恁的手，互恁甲因拍败。迄时，恁着甲因彻底消灭，毋通甲因立约。嘛毋通手下留情，毋通甲因通婚。恁的查某囝毋通嫁互因的后生，嘛毋通互恁的后生娶因的查某囝，因为因会互恁的囝儿越走无敬拜上主，去服侍别个神明，直到上主对恁发大生气，真紧甲恁消灭。所以恁着安尼对待因，拆毁因的祭坛，讲碎因的石条像，撤断因的阿舍拉女神的神像，用火烧因雕刻的偶像，因为恁是归属上主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上主有对地上万民的中间竞选恁，做伊特别的子民。上主听恁、敬恁，毋是因为恁的人业比别族较侪，其实恁的人业是万族中上少的，是因为上主听恁，搁要实现伊对恁列祖立誓的应允，伊才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出来，救赎恁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脱离做奴才的家。所以恁着知，只有上主恁的上帝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对听伊、遵守伊诫命的人，伊会守约，是慈爱互因直到千代。所有拒绝伊的人，伊会甲因报应，甲因消灭。伊对拒绝伊的人，会真紧当面甲因报应。所以恁着切实遵行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诫命、规例、命令。
恁若切实遵行这个命令，上主恁的上帝就会守伊对恁的列祖立誓所立的约，对恁施慈爱，伊会听恁，赐福恁，互恁兴旺，嘛会伫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要赏赐恁的地，互恁生炭济济，佮互恁土地会出产五谷、新酒甲新油，牛仔囝甲羊仔囝加添真济，恁得到的福气会超过万族，恁的男女无一个袂生，恁的精生无一只袂生炭。上主会互病痛离开恁，恁所在埃及逐款的歹镜头，伊袂降互恁，只有会降互所有怨恨恁的人。上主恁的上帝交互恁的民族，恁着拢甲因消灭，毋通对因手下留情，恁毋通服侍因的神明，因为安尼会致到恁受灾难。恁若心内想讲，这个国比阮较强，阮哪会当甲因赶走？恁毋免惊因，一定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对埃及王甲拢总的埃及人所做的事，就是恁有亲目看到的大灾难、神迹、奇事，佮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带恁出来，伊嘛会安尼对待恁所惊的民族。上主恁的上帝要降瘟疫伫因中间，直到遐个村落内走去灭的人伫恁的面前消灭。恁毋免惊因，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恁的上帝是伟大佮通敬畏的上帝。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渐渐将这个民族赶走，恁毋通真紧甲因消灭，这免野兽加添真侪煞伤害着恁。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个民族交伫恁的手，互因大惊扰乱，直到因灭亡，佮会将因遐个王交伫恁的手，互因对世间消失，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直到恁甲因消灭。恁着将因雕刻的神像用火烧掉，毋通贪神像的金银，嘛毋通摕来做家己的，这免恁因为安尼受灾难，因为这个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的。任何偶像恁拢毋通带入恁的厝，这免恁甲遐个物相款，真做着毁灭的。恁着彻底厌恶这个物，因为这个是着毁灭的。咱今日读圣经节伫申命记第3章到第7章。